大家好啊！火炭星海提案分案嘅 Angel，今日會帶大家嚟到火炭星海提案，係一個實用面積528尺嘅兩房單位。我哋今次睇嘅單位係位於屋苑嘅5座 H， 實用面積528尺，間隔係兩房。單位係長形嘅兩邊廳間隔，客飯廳分明。客廳有足夠嘅位置放到梳化同埋電視櫃，而另一邊嘅位置就係飯廳，可擺放4人餐台，牆身夠闊，可擺放多個儲物櫃。L 型設計嘅廚房收納空間充足，設置咗雪櫃、微波爐，一應俱全。廳房分明歸邊，中間條小走廊隔開。第一間睡房間隔方正，可擺放單人床同衣櫃。洗手間有窗，係用浴缸嘅。第二間睡房係主人房，可擺放雙人床同衣櫃，設有小露台。呢間睡房間隔方正。大家睇完呢個單位，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想預約睇樓，或者有任何嘅查詢，歡迎隨時聯絡返我啊！多謝晒你哋嘅收睇啊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